首先喺以色列嘅獨立宣言裏邊咧，有一句説話咧，就話住喺當地嘅阿拉伯人咧係可以同猶太人咧係具有平等嘅公民權利嘅。咁呢個係體現好而家以色列嘅國家裏邊咧有阿拉伯嘅居民，佢哋已經係入籍咗以色列國籍，因此佢哋揸住以色列嘅 passport， 佢有呢個以色列嘅護照，亦都可以喺以色列裏邊咧係擔任好多嘅公職，無論喺政府裏邊，甚至係喺工商界裏邊。喺以色列嘅國會裏邊咧係有以色列嘅係有阿拉伯人嘅政黨，有阿拉伯人嘅議員。喺以色列嘅最高法院裏邊咧係有阿拉伯裔嘅大法官。喺好多嘅政府嘅層次裏邊都有呢啲阿拉伯裔嘅官員，所以喺以色列裏邊咧係不存在種族隔離。咁啊，如果你提到話種族滅絕嘅話咧，呢個更加係無稽啦。因為喺以色列呢個國土裏邊咧，有成200幾萬咧係阿拉伯裔嘅公民啊，咁啊人口係增加緊嘅，所以咧係根本就唔存在話種族隔離或者種族滅絕。咁而家喺加薩戰爭裏邊，以色列亦都冇話去種族消滅嗰啲巴勒斯坦人，因為以色列咧打仗嘅時候咧，佢知道嗰個地方有平民嘅話咧，佢首先會發射一個啞彈啊，打去嗰個地方，一個彈係冇炸藥嘅，咁咧去提示啲人咧快啲離開，又或者係投散一啲嘅傳單，用阿拉伯文。叫啲人咧快啲疏散，快啲離開嗰個地方啊！咁因此以色列用盡各樣嘅方法傳單用電話用各樣嘅途徑咧，叫啲平民係走嘅啊！咁反過嚟咧就係哈馬斯恐怖分子咧就唔俾啲人走，因為佢哋利用啲人咧做人肉盾牌，以至咧造成死傷嘅時候咧，就將個責任咧係推俾以色列，就話以軍咧係屠殺咗幾多嘅平民，所以呢啲嘅指控全部都係子虛烏有嘅。